最近正时间一款七头米亚的品牌泡泡玛特哦，嘛真做是诈骗的手法。有人伫抖音直播，爱民众付钱来耍游戏，就有机会当摕到红仔。警方接到报案，有一个大学生开买4万块，本地若准讲会当摕到60仙的红仔，结果哦是诈骗。早早就伫咧门口口，总算等着开门。黑死命走，人下下沉沉，小客小钱，就是要抢这项。中国四行的七头米亚品牌泡泡玛特，全球拢咧销，伫台湾也真受欢迎。旗下的辣母母推出的红仔，拢是真受到喜爱。到底有偌像？但是连诈骗集团拢上准泡泡玛特的无限商机。第一次啊，就是说中奖得到10只玩偶，那这个被害人非常开心啊，然后总共进行了6次的游戏啊，那。从前前后6次游戏汇了将近4万块钱。涉案的口座 PP 调玩馆，伫抖音开直播耍游戏，被害者开钱参与，就是锁定上大奖泡泡玛特的周边商品，开买4万块，得到60只的红仔。等到2个礼拜啊，这个玩偶都还没出来啊，但是呢，对方却已经人间蒸发，那这个被害人才知道诈骗啊。受害的大学生等于是用几百块啊，就买到一只红仔，甲行情是差真济。原地就是冒失啊，虽然唔知影讲是一场骗局，不过诈骗的形态唔是干那这一种。你不要晕人家了。警方又搁接到通报，走去银行处理。这个互骗的，落入去爱情陷阱，70多岁的富人人，网络交友。对你爱好，差一点交出300万，替几情人投资。国内的诈骗乱象，无论手法外老或者是外新，有缘是满世界。伫政府有效打击进前，民众也敢若会当较认真的，家己看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